影后張柏芝向來都係品牌嘅寵兒，近日佢同內地955花楊超越一齊現身響廣州舉行嘅時裝品牌活動，今次已經係兩個人響3日內兩度同場，認真有緣啊！網民更加形容佢哋兩個為頂級神顏盛典。柏芝以 all black 馬尾頭配合黑色恤衫同埋長裙，打扮利落，氣場強大。至於超越呢，就同樣以全黑上陣，以露背剪裁嘅半透視上衣配西褲，性感又帥氣。雖然兩個人年齡相差18歲，但係網民就大讚柏芝係歲月不敗美人。就算企喺比較年輕同埋高挑嘅超越身邊，唔單止冇比下去，反而更加吸引眼球添啊！甚至被捧為好恐怖嘅顏值，即使佢同一眾20多歲嘅妙齡女星同框，都只能夠望到佢。甚至佢更加被讚係無敵嘅美貌，秒殺好多內娛女星。亦都有網民質疑張柏芝真係40+咩？大讚佢五官好精緻，而且響現場嘅柏芝，當佢響停車場落車嘅時候，見到等候嘅粉絲，亦都不忘寵粉派心，表現相當之親切啊！